咧係解答晒所有問題。如果你哋仲有一啲嘅 concern， 有一啲嘅 questions， 我鼓勵大家咧將佢記錄低去、寫低佢，然之後 send 去 CRETP 呢一個溝通嘅渠道。咁我哋會有同事咧就會盡快跟進翻嘅。得唔得 ？OK， 咁今日咧大家有心理準備，我哋呢個 session 咧會由6點半延伸6點半咧係即係 extend 到7點鐘嘅 ，OK？ 好啦，咁琴日有啲同學冇嚟到嘅咧，我要同一重提咧，即係個 house rules 嗰樣嘢啦嚇。喺 CRE 咧，我哋好重視咧嗰種互相尊重嘅，咁所以咧喺陣間嗰個嘅交流嘅過程裏面咧，我希望大家去一齊遵守幾點嘅一個 house rules 好嘛？咁令到我哋陣間個溝通咧係得以順利進行嘅。第一點咧就係咧，我希望咧與會者咧發言係均等嘅。咁我諗特別咧，琴日已經有機會咧，即係提問過啊、發過言嘅同學咧，今日可以嘅話，多啲機會咧俾一啲今日參與嘅同學 ，OK？ 咁我諗係師生都係均等啦，呢一個發言嘅機會。第二點咧就係當你想發言或者提問嘅時候咧，請你舉手示意，以便我係即係辨識翻咧邊位同學嘅一個或者老師嘅先後次序 ，OK？ 咁今日人數眾多咗咧，可能我咧即係要咁樣咧一眼關七，咁啊請你舉高少少，同埋如果我未望到你咧，請你即係停留耐啲，好嘛 ？OK？ 好啦，第三點咧就係咧，希望大家咧今日嚟到呢度咧係為你自己發言嘅。譬如琴日有啲同學講咧話，我喺邊度聽到某某人講啲乜嘢咧？嗱，嗰啲因為我哋唔係直接聽到咧，我哋真係冇機會回應嘅。咁所以今日你係 speak for yourself， 你嘅 thought， 你嘅感受，好嘛 ？OK？ 好啦，第四樣嘢就係咧，琴日有同學咧就話會想將個現場嘅即係記錄低佢啦嚇。咁琴日我哋都 clarify 咗咧，佢哋話因為有啲同學咧未能夠到現場，所以咧就想錄低佢，然之後咧就 share with 即係未能夠到現場聽到好多資訊嘅一啲同學。咁我諗琴日我哋基本上都 agree 咗嘅。On condition 咧就係希望大家咧用嗰個即係 recording 嘅時候咧係要原汁原味咯，得唔得？呢個都係一個 respect 嚟嘅 ，OK？ 好啦，今日咧嗰個 extend 咗個時間咧，我哋會點用咧？陣間咧，我哋先有阿 Dr. Sam Lau 咧，佢就會講翻，因為琴日有啲同學唔在場啦，佢就會先講翻咧，即係 top up degree program 一啲嘅 background information， 而你哋可能都會同你哋有關嘅。跟住咧，Dr. Sam Lau 就會係 recap 翻，即係幫同學，即係冇在場嗰啲同學咧，就 recap 翻琴日究竟我哋喺個交流裏面咧 raise 咗一啲咩嘅重點出嚟，再加埋咧佢會作一啲嘅補充嘅 ，OK？然之後咧就會有一個時間咧俾大家咧進行一個咧討論同埋一個提問嘅。今日呢一個叫做 briefing and discussion session，OK？ 咁咧就跟翻頭先嘅 house rules，我哋逐一去進行啦，得唔得？清唔清楚？清唔清楚？有冇問題？如果冇咧，我就將以下嘅時間咧就先交俾阿 Dr. Sam Lau， 好嘛？做一個 background 嘅一個 information， 同埋補充翻琴日一啲嘅資訊。Testing， 好唔該晒 Elia。好咁我想講翻少少一啲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啦。咁喺 CRE 裏面咧，我哋一向都重視同同學之間嘅溝通嘅。咁所以咧喺上個星期，我留意得到咧，有部分同學咧喺度討論緊一個 tuition fee 嘅調整啦。咁我哋都希望咧通過一個開放嘅平台啦，可以有個機會咧同同學去會面，去了解翻成件事係點樣。咁我哋可以聽到同學一啲關注嘅。咁個 background 就係咁樣。咁所以咧上個禮拜五咧，大家就收到我一個 email 啦。咁希望咧我哋有2個時間嘅。咁全部咧都係放咗學之後，咁唔影響同學上課嘅。咁我落咗堂之後咧，我哋就有個時間會面。咁尋日完咗一場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會第2場嘅。好，咁少少 background。好，咁另外咧，我都想提一提 top up programs。大家咧而家讀緊 top up programs 嘅同學咧，都要知道咧 top up programs 嘅來源係點樣嚟嘅？點解我哋會有 top up programs 咧？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喺2000年成立 CRE 啦。咁開始開辦副學士課程嘅。咁我哋頭嗰幾年咧，好多同學畢咗業咧就會去海外升學，但係好多同學咧就同我哋講，其實費用十分之昂貴。咁所以咧，佢哋希望可以留翻喺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喺度升學嘅。咁所以咧喺05年開始咧，我哋就開始同學系、大學本部嘅學系咧，就係溝通了解，睇下有冇機會咧，我哋開到浸會大學嘅自資學位課程。呢個咧就係史無前例嘅，因為大家知道咧，浸會大學咧係有政府資助嘅。佢之前所有嘅學士學位課程咧，只係得資助學位。咁呢個值得一提咧，就係資助學位咧，每一位同學咧
政府咧係資助18萬至20萬嘅。咁 on top of that 咧，同學係要交4萬幾蚊嘅學費咧，每一年。咁呢個 background information。咁當其時咧，我哋同大學本部去傾啦，其實都過程中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第一，大學會問：咦，我點解要開自資學位課程？其實咧，可以講俾大家聽啦，大學包括校長、副校長、好多嘅院長、好多嘅 department head， 其實同我哋同一個理念，希望通過開辦自資銜接學位課程咧，俾同學有一個升學嘅機會。大家想象一下，當年咧係得好少量，我哋叫 senior places。senior places 早年講緊我哋1000零個，跟住最近有2000個，到最近咧嚟緊呢一年咧就會加到4000個。但係如果大家留意得到咧，我哋10 degree 我哋副學位讀副學位嘅同學咧係好多好多嘅。咁我哋咧一直喺度諗，同學達到個水平 move on 升讀大學，咁奈何咧就政府嘅 senior places 咧係得唔多，咁有啲咩辦法咧？同學可以海外升學，可以報讀我哋浸會大學嘅自資學位課程。所以我哋當其時咧就同浸會大學即係好多嘅討論磋商啦，經過好多嘅委員會嘅審批啦，最終咧喺2005年咧就開始開辦第一個嘅銜接學位課程。咁大家知道啦，05年到今日咧，其實我哋 CIE 已經有9個自資銜接學位課程開放俾同學升學嘅。咁值得一提啦，有啲 program 咧唔係講緊1、2、3年就可以傾得成。我舉 social policy 為例，2009年開始，我哋喺之前聽到好多同學同我哋講讀 APSS 嘅同學，同我哋分享啊 APSS 升學嗰度咧，佢哋好想有一個銜接嘅學位課程。當其時我哋2009年開始同 department 去磋商去傾，其實咧我哋用咗前後咧3年嘅時間先至可以完成到嗰個討論，跟住再去大學嗰度審批，經過好多委員會。2012年第一屆 social policy 嘅同學咧就可以開始有個多咗一個升學嘅機會。咁呢個值得一提。仲有一個例子咧，就係2005年開始咧，我哋已經同大學本部咧傾一個同環境有關嘅 top up degree。到今時今日咧，2013年咧，我哋啱啱咧開始通過咗第一個 proposal， 有機會咧喺嚟緊嗰年咧多一個 top up degree。時間、精力好多嘅會議，好多人員嘅跟進去 draft proposal。好多嘅討論先至可以開到一個 top up degree 嘅 program。少少 background 俾同學去知道點解會有 top up degree program。我哋同 program 同一個理念，希望幫同學提供一個升學嘅機會。而呢個升學嘅機會咧，我哋確保係有質素嘅。好，跟住咧，同學，跟住咧我就想補充翻咧，尋日同學咧有好多討論啦。咁咧有幾個 point 咧，我都想喺度補充一下嘅。第一個 point 咧就係同學咧就同我哋講非牟利，係啦，我可以同大家講咧喺國際學院裏面咧，我哋係絕對係非牟利嘅，由始至終都係非牟利。我哋開辦自資學位課程一個目的，希望同學有個升讀大學嘅機會。我讀書嗰陣咧，讀完 A level， 如果我考得唔好咧，入唔到大學。我個機會咧就係0。今時今日大家可以通過 AD 另外一個升學嘅途徑，跟住再銜接去 top up degree program。過程中唔係單浸會大學話開就開，而係過程中要好多審批嘅。我想同學明白。第二樣嘢咧就係同學亦都提到top up program 喺今年咧有個學費嘅調整。咁確實咧喺2005年到今年8年嘅時間，我哋每一年都會有會議去討論究竟我哋嘅資源分配安排點樣。咁大家知道過去8年咧，香港嘅經濟咧有好大嘅轉變。我哋每一年都喺資源有限之下，希望辦得到最好嘅 program。咁喺去年，我哋喺學院啦，同埋同各個 program 溝通嘅會議裏面咧，我哋咧
去到個地步咧，其實我哋要喺個資源上咧，要去重新去睇翻，因為咧我哋要搞一個 quality program。我今日咧有機會同其中一個 program director 傾過，佢今日嚟唔到，因為要上堂。佢同我講咧，佢係有特登咧，希望咧幫到同學有個升學機會。佢係喺浸會大學做緊 professor 嘅。佢點解要即係 walk an extra mile 去搞一個 top up 嘅自資課程？對佢嘅職責，對佢嘅待遇冇分別，對佢嘅待遇完全冇分別。但係佢願意花出額外嘅時間精力，目的一個，希望幫同學升學。好，咁第一個非牟利嘅我哋，第二個咧喺學費調整嗰度咧，我哋希望咧辦一個有質素嘅課程。咁當然啦，大家如果有留意得到咧，我哋喺校園設施啦、program 方面啦，我哋不斷咧都希望有個 review， 有個 enhancement。舉一個例，係啊，同學咧尋日講，希望有啲例子。咁可以舉一個例，喺課室安排方面咧，大家知道啦，我哋石門校園咧，全部都係一啲細嘅班房。除咗一隻 lecture theatre， 譬如啲類型 lecture theatre， 喺過去幾年裏面咧，好多 program 都同我哋講，希望有一啲坐50人左右嘅課室。咁喺我哋最近咧，我哋將一啲課室改裝課室，由幾個細嘅班房轉成一啲可以坐到50幾人嘅班房。過程裡面由審批，大家知道啦，係啦，即係間隔嘅改裝，全部都要經過政府啦。大學好多部門嘅支持啦，財務處啦、estate office 啦，跟住好多同事去跟進，過程需要1年至2年嘅時間先可以完成到個 project。所以大家有同學如果用過嗰幾個課室，大家就知道嗰幾個課室特別係為咗 top up program 而去改裝嘅。咁我唔長列好多例子係啦，咁但係希望同學咧明白咧，我哋國際學院，我哋浸會大學開辦課程啦，我哋基於自負盈虧之下咧，我哋係需要喺資源上咧去考慮，係啦，我哋每一年都會考慮。咁但係咧，去到今年咧，我哋就即係通過好多嘅會議，咁最終咧喺財務喺 finance committee 係大學嘅 finance committee 咧，都係討論同埋通過嘅。好，跟住咧，另外尋日亦都有一個point 咧提到咧，就係 CIE 國際學院、SCE 持續教育學院同埋浸會大學 HKBU 之間嘅關係嘅。CIE 係屬於 School 持續教育學院嘅一部分，持續教育學院係香港浸會大學其中一個學院。舉一個例子，商學院係啦，裡面有唔同嘅 marketing 啦、市場學啦嘅 department。咁同樣嘅理念 ，department 去到 school 跟住到大學，關係同其他嘅部門學院一樣。不過唯一嘅分別咧，就係我哋喺自負盈虧之下運作，所有嘅課程咧都係自負盈虧嘅。咁尋日咧，同學亦都提到一個 point， 我都想再補充嘅，就係同學話喺我哋睇到大學嘅財務報告咧，裡面提到一啲投資上嘅增減，同學會問會唔會影響到我哋 top up program 嘅學費同埋資源？係啦，我喺度再想同大家分享翻咧，我哋 top up program 嘅資源係唔會受到浸會大學投資加減而有所影響嘅，係唔會受到投資影響嘅。亦都唔會有同學亦都提到啦，會唔會睇到財務報告啦，裡面咧提到毅進課程收生喺上年或者前年收少咗，而影響到我哋 top up program 要有個學費調整，呢個係冇關係嘅。我哋每一個 program 其實個財政都係獨立嘅，咁我咧就住呢幾個 point 咧，我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翻。跟住落嚟咧，我都可以交翻俾個時間俾主持。
我就琴日feel 到同學咧好關注咧，即係加咗啲學費，其實嗰個資源運用嗰度咧。咁頭先譬如阿 Doris 啦講到係一啲譬如設施啊，或者係服務嘅提升啊。咁我諗其實咧有啲資源都可能撥咗去咧係同教育學有關嘅。咁我唔知會唔會即係幾位嚟自 program 嘅即係代表咧都可以即係補充下呢一部分，好嘛？將個咪 pass 過去啊！好，唔該你啊，阿金生先，係。學校即係財務處撥翻來俾社工系辦呢個課程咧，其實主要就係真係喺教學啊，同埋即係支援學生嗰度嘅。即係譬如，因為今年我哋會即係有兩年啦，即係全個課程啲科都開晒。今年我哋開咗10幾課嘅，所以變咗我哋就即係而且係2年班咧會有高班啲同學會分開2個即係政策嘅研究嘅範圍，即係一班會分咗2班。咁我哋即係啲課程會多咗，咁於是咧我哋請多今年暑假前咧，我哋請多2個全職嘅教職員，另外咧就有幾個即係兼職嘅教職員，同埋咧係即係文員啦，即係因為咧就除咗教學呢啲支援之外咧，就其實因為我社工系都兼埋負責咧嗰個教學嗰個品質嗰個嘅即係審核啊各方面嘅，咁我哋都要，因為差唔多。今年或者稍後出年年初咧，我哋都會有另一回合嗰啲課程審核工作。咁呢啲譬如邀請啲外國嗰啲專家嚟到審核啊，其他啲都係喺即係我哋社工係攞到出會我哋嗰嚿錢嗰度花費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大致咧咁樣。嗱，我估咧同學好難想像咧，請一個大學層面嘅一個教師咧。即係個使費啊！不過我估呢啲係行情啦嚇，直至到你有機會咧攞咗個博士學位咧，你入去教咧，你就會知道大概係即係個天文數字係幾多。不過頭先聽阿巴菲講就係都請咗即係若干人去 support 學生嘅一個教育學方面嘅一個提升。係多謝你個補充嚇。咁有冇其他嗰啲 program 嘅代表嚇？因為我都想講下啦，即係我哋即係喺商學院，即係我哋專管理個課程嘅同事啦。咁咧喺呢方面，我哋都好關注唔淨止課程內容，包括咗學生嗰個教育方面，包括埋嗰個語文啊。即係我哋都係希望喺呢方面，我哋可以加啲功夫，俾啲提供一啲語文嘅環境俾佢。咁再加上除咗語文方面咧，咁喺嗰個人數方面，我哋都